咩叫敬虔操練呢？如果你操練嘅身體，即係你意思係做運動係嘛？益處咧有嘅，但係唔算好多。我哋當中有弟兄姊妹去跑步嘅咁樣，身體可以 keep fit 可以咧三高可以減低，又可以咧精神啲係咪？唯獨敬虔咧，凡事都有益處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帶嚟今生同埋來世嘅應許，唔單止你今世獲得好處，更加你係預備緊你嘅將來。即係話咧，你要幫你嗰個未來嗰個天堂嘅入場券咧去增值啊，更加去確定到啊。當你去操練你嘅敬虔嘅時候，保羅佢話使命係好緊要嘅。佢得到重生，佢得到180度轉變。佢唔單止成為基督徒咁簡單，而佢真係揾得到上帝俾佢嘅角色，俾佢呢一生要行嘅係一個不一樣嘅道路。所以佢全然嘅嚟到去效忠，嚟到咧去跟隨呢位上帝。弟兄姊妹，你自己呢？你有冇諗過神會呼召你，唔單止成為一個基督徒，更加可以喺你嘅崗位上邊，可能你做嘢嘅地方，喺你嘅家庭裏邊，喺教會服侍裏邊，甚至喺呢個社群裏邊，神呼召你、差派你，你有冇聽過上帝俾你呢個嘅聲音、呢個呼召呢？